10月份珠海網簽數據出爐啦，住宅一共係網簽咗1047套，對比9月份咧係923套，再對比以往嘅金九銀十，呢個數據啊真係有啲慘。珠海當下嘅發展商想要出貨就得4個字，以價換量。我哋再嚟睇下10月份買得最好嘅10個樓盤，睇下有冇你關注嘅，以及佢哋賣得好嘅原因。第10名，華發金灣府網簽25套，賣得好嘅原因呢係金灣首個新規住宅，100%嘅上率。另外就係洋房降咗價，比之前呢平咗2000蚊每平方。第9名，粵海10貴府啦，網簽係29套，賣得好嘅原因呢，價格降咗，由8月份開始，原本嘅18000到22000嘅價錢降到14500。第8名，斗門嘅南江博岸，網簽係31套，10月份個價錢呢都係調整咗。第7名，龍湖天南網簽32套，作為斗門首個真正嘅新規住宅，100%嘅上率，仲配埋會所嘅樓盤，依家賣緊1萬出頭，所以賣得好呢又唔出奇。第6名，迎恆濱海灣網簽35套，屋企樓下就係中山公園啦，加上細單位個價錢都調整咗，依家17000蚊起步。第5名，華發嘅珠海灣，作為珠海首個第4代住宅嘅代表，無論係產品定係園林會所都係做得特別靚嘅。從4月份入市一直到依家都係珠海嘅熱銷盤，不過呢位置就有啲偏啦。第4名，五洲家園網簽45套，斗門嘅天花板樓盤，無論係佢嘅戶人上率定係裝修標準，至今都係無人能及。第3名，中海環宇天下啦，網簽係46套，擁有10字門 CBD 核心地段，加上依家起到親盤，價錢都比之前平咗，所以最近3-4個月成交都唔錯。第2名，新濠湖山春曉網簽53套，買得好嘅原因就係價錢平，有山有水，8000零蚊個單價，所以吸引咗唔少香港嘅朋友買呢度。最後就係華發及務新城，以57套嘅成交，成為10月份嘅銷冠樓盤。主要係天戀嘅細單位賣得好，一房一廳嘅總價105萬就可以上車啦。